台南市去年在登革热大流行的期间，那天沟的阻塞导致有这个孑孓滋生，一直是我们这个在防治上的一个难题哈。那为了要能够让我们各个邻里的志工队，他们在巡视我们社区的时候，可以呢及早的来发现天沟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个是推动了这个天沟月，我们集中精力在我们这个雨汛来之前，梅雨季来之前，我们可以先做好我们天沟的一个巡查。我3支讲切路断了，3支螺丝锁锁的，电线白白的，才行才搁甲锁好开。这较爱偌久的时间，1点钟内底就做会开，但是是伫咧想的过程中，互我足困扰。我想就想5天，我想过足侪种的材料。好，我们把镜子调好之后，你看这个放下去，它是不是开始投药？安尼是不是开始投的？右看，伊关咧，对不对？用了导游在赖的群组上面做公告。那再者就是跟我的所有里民去做提醒，关于屋后沟的部分，再次跟大家报告，公部门是不能够用公资源来帮你清理屋后沟，必须要透过大家整条巷弄大家来集资，一起出钱来整治屋后沟。为了左邻右舍，为了家人的健康，大家一起来做。尤其像前几天有下雨的情况下，马路上面有积水的容器都在那边，必须要整理起来，雇工来整理环境。那制作天沟棒，让我们的志工或者我们甚至我们雇请的工人来投放力剂，消除登革热病媒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去年的经验，还有包括以往的经验，在登革热防治上，天沟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滋生源的来源。天沟清了又清，蚊子来了又来，孑孓生了又生。其实天沟也是南部，尤其在台南建筑的一个特色。这个问题也是不是间接造成了台南市登革热案例居高不下，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事实上，天沟每次都常常检查出来有孑孓，还有病媒蚊滋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呢，我们今年算是提早来对于这个部分来加强。一方面鼓励民众不要再设天沟了，既有的天沟可不可以来加以改善？能够让它变既有排水的功能，又可以不要滋生蚊虫。这就是我们今年特别拨出经费来做社区宣导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年从天沟开始，当然也从其他的部分同时并进。今年坦白讲，在开年开始，其他国家都出现不好的征兆的现在，希望在台南不要再发生登革热，希望能够成功。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5月19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市政总质询第1天，议员蔡耀辉、李中琴3位进行联合质询，针对南回新基园区建设、消防救灾、立南街老旧商含征收等议题进行检讨。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3次定期会伫咧15號登場。定期會第1天，議員蔡耀輝首先為後壁南華新奇園區爭取建設。我要改善，要做一個會展，講你啥？會先講袂啦，因為這是5月呢，到明年3月開幕，存無偌久呢。農業部有答應啦，擴充基地102家是可能是較懸，要去到偌大的行政中心綜合研究中心。你也關心啦，看因的計劃，你關心者啦吼，好無？好加關心。另外，針對嘉義塑膠工廠火災現場救災困難，大火延燒超過20點鐘。議員李中勤提出質詢，針對消防隊敢受列管、消防設備敢受合規等問題，甲消防局進行探討。第一個，這個場所有列管，它的檢查是合格的。確定合格嗎？你報告才認得出來。但是這個。但是好，重點是但是哦，來。因為他們是檢修申報，我們是用抽查的。那檢修申報是由消防設備師來做，所以我們會加強這個部分。
那另外第三个火灾量面积大的部分，市长去年给我们动用预备金再买机器人3台，那消防署我们争取了4台，所以等这个全部到位，我们台南市总共有5台，有8台，哦，8台。其实有很多的工厂其实都没有进入到列管，那真的实质有进入到列管，讲到消防的这块吼。拢会跟咱消防局来拍关系啦吼，很多的化学原料还是易燃原料都是我们不知道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控管？这个部分我希望说我们各局处真的是要去努力，莫大家拢火灾以后，咱较来检讨。议员李中庆也针对5月初伫安南区本燃料发生工人伫青白水沟渡水死亡的憾事提出质询，要求水利局增加救生设备，避免憾事再度发生。对此，水利局长邱宗川表示，因一定会持续改善。记者张硕维、杨顺怀采访报道。伫1983年兴建的大台南观光城，因为起伫河道用地排水沟顶面，长久以来排水伤痕更经外漏较违建，成为公共安全甲治安的死角。要搁拆甲无拆，市府煞无明确做法。议员蔡小辉伫总质询就要求市府爱有作为。随着南区观光城没落，目前迄个所在嘛有安全甲治安疑虑。目前阁有65间摊商收到摊位，市府因为安全性送强制执行。伫今年1月，法院予摊商定数意见期，但来来回回阁过了几个月。议员蔡小辉伫议会就要求市府要有动作。这边我们有持续跟自救会在开协调会，然后也很明白告诉他说，它上面是有危险的。局长，观光城拆与不拆，我没有绝对的立场，但是如果不拆，你的安全到底安不安全，你要有一个保证。即摆就是讲建筑的部分，阮会有。阮即摆嘛咧签迄个申请拆除执照啦，吼，会针对部分性来无占用的部分性来拆除啦。所以如果局长你跟我安尼意思是讲，你有申请拆除执照，是，表示你们市政府的立场是要拆咯？是，对，是不是？上面就是那个香涵以上的建物，就是所谓的。观光城上面的建物嘛，对着南区盐埕大牌，伫罗清德做市长时，曾经编列3000多万来征收，但李南街老旧伤痕问题严重，也无征收过。议员就烦恼，市府若是无做好防范，会有坍塌的危险。老旧，伊就是有钢筋裸露，所以就是香涵爱所谓的要加强嘛，补强或是重新施作嘛。我们现在有提一个竹溪第4期了。是第4期工程3.85亿了啊！这部分就包括水质的改善，包括那个老旧香港的一个改善。另外，针对明年全中运伫台南，讲受做好各项筹备，议员李中庆嘛来做关心。全中运114年，在明年的4月19嘛，剩无到差不多11个月的时间嘛。那其实我们都已经开始在规划了，已经在动了。那我想要了解讲，目前呢进度是安那？我们在这个月底就会跟高中体总完成每一个项目的这个裁判长，裁判长完了以后，我们就会进行竞赛规程跟场地，还有一些相关的器材的需求，所以我们就会着手来做采购的事情。记者张硕维、杨顺怀采访报道。创后121档的基隆市公量家商，因为愈来愈歹招生，所以董事会和校部会议决定为今年开始停止招生。不过停招不停班，学生并无受到影响。全盛时期有3000多名学生的光荣家商，如今只剩200多人，受到少子化加学生外流双北影响，招生困难，亏损严重。董事会及校务会议决议停招，教育部国教署也已核准。光荣家商停招这件事情，所有教职员工都非常舍不得，尤其光荣家商有121年的一个历史，那过去一直在服务这个基隆地区的乡亲，照顾基隆地区的学子。对于未来我们目前的高一高的学生，我们会把他照顾到顺利从光荣家商毕业为止。那这一部分我们要请我们的家长，然后跟学生都放心。学校一定会把它这件事情给完成好。那另外，我们也会照顾我们的教职员工，分3梯次的离退，做最好一个 ending。教职员都觉得很不舍，但表示会按现有资源提供教学、技艺竞赛、培训等，让孩子顺利毕业。我从小就在这边长大，受光荣的
照顾，包括现在我的儿子也是经常来学校，我们都是吃光荣家商的奶水长大的啦。现在这样子的话，坦白说要结束，我们非常的不舍，然后我们会继续的将这2届的小朋友把他带到他们整个毕业。停招不停办，现在1、2年级学生不受影响，未来学校如何转型发展呢？那未来光荣家商以转长照为目标，当然这一定要经过董事会的一个同意，希望未来能够延续严加照顾基隆地区的一个初心，然后来继续服务照顾基隆的所有的乡亲朋友们。等2年，现有学生全数毕业离校后，校方初步构想是朝长照机构发展，期许仍然为基隆市民继续服务。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每当4月9個月是燈火盛開的季節，英歌公所新北市客家局含花啊博物館特別推出小旅行活動，結合在地青農做伙辦理，予遊客進行慢採。感受在地人文風情。鼓声震天响，由建国国小舞狮队带来的祥狮献瑞新北桐花季小旅行，同游莺歌乐陶陶活动揭开序幕。紧接着，莺歌客属乡亲会更带来非常应景的客家民谣，由桐花舞蹈，立刻让参加的民众进入到5月雪的世界。由莺歌区公所与新北市客家局陶瓷博物馆共同推出的新北桐花小旅行同游莺歌乐陶陶活动，共推出3项体验，包含山水步道健行和农事摘菜体验，客家版美食手作草阿粿。莺歌在地陶艺马赛克拼贴，莺歌区长钟耀磊表示，今年的活动非常丰富有趣，又让游客们感受到满满的莺歌人文风情。这次活动的特色其实3大特色，只要一次报名就有3大的一个体验主要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市民农园做我们摘菜的一个体验之外，还可以欣赏我们的山水步道，针对我们桐花鸳山的桐花好好的欣赏。另外，此外针对我们的相关的客家的一个美食也可以亲自来做个体验，感受一下我们客家乡亲好客的一个精神。所以除了今天来这边走走之外其实莺歌区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像孙龙步道，还有我们的新建的一个美术馆，还有陶博馆。所以来这边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归，欢迎今天多来莺歌走走来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之旅。承办活动的在地青农秦伟恩表示，为了搭配桐花季主题，今年的马赛克拼贴特别设计了桐花造型的马赛克瓷砖，让活动更具有纪念性。今年是办第3次的这个桐花季那我们每一年都绞尽脑汁想一些不同的一些体验那我们每一次必备的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赏桐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的门前呢，走出去往右转就是我们的山水步道，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对面鸳山的这个桐花那它的美景。那再过来第2个，我们莺歌本身是陶艺之都，所以我们每一年呢都会希望结合在地的一些陶艺家，让他们的这些陶艺手作可以让他们可以更多人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今年做的是马赛克拼贴这样的一个陶艺。那我们这个陶艺老师也特别非常用心去开一个这个桐花的那个模所以说大概这个是非常特殊的，算是客制化的一个陶艺的作品莺歌区长钟耀磊表示，莺歌的桐花季与在地农场结合，适合全年龄层的游客前来，也看到很多小朋友与长者共同来参与，有别于以往在登山步道的小旅行，可以融入更多不同的在地特色。现场也邀请在地客家团体到现场歌舞表演，并提供好吃好喝的麻薯和擂茶，感受莺歌客家人的好客精神。记者跟基新北采访报道。成立2档的八德国中女子9大社社团参加113年花莲太平洋杯锦标赛，得到全国第3名。突破过去拢一直卡伫第4名的困境，互队员拢真欢喜，因为辛苦有了代价。教练嘛，学老队员拢是为0开始练，会当有这款的成绩，非常不简单。大的左中马河队，加油！
由队长带头喊声，成军2年的巴德国中女子拔河社团日前参加113年花莲太平洋杯全国室内拔河锦标赛，勇夺国中女子组全国第3名，突破过往最佳纪录十分不容易。尤其干部们都对差点打败强校神顺国中感到最为遗憾和津津乐道，而苦练2年终于拿下这好成绩，让他们也勉励学妹们继续吃苦耐劳，精进自己的实力。对神盾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赢过，但是在那时候全国赛，然后有赢掉1局，但是后面就可能3番输掉，就觉得很可惜，就明明可以赢的东西，为什么会输掉？我觉得我们进步很多，就从之前可能连一局都没办法赢的，然后到现在可以进一步击败更多很好的选手，继续加油，不要放弃。然后坚持到底，大家所有的动作都有到位。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们其实可以赢的，只是输在3番。希望5月的教育部，我们可以一起帮教练完成心中的愿望，然后可以拿下好成绩。巴德国中体育班已剔除拔河项目，目前拔河队是以社团的模式在营运，因此教练也称赞队员们从零开始练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还拿到这样的好成绩，十分厉害。接下来也会帮助队员们调整状态，备战5月的全国杯赛事。因为我觉得有兴趣，就是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想要尝试看看，有想过放弃，但还是因为教练的用心，然后留下来，很开心，就是努力那么久，然后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对，因为我们第1场预赛对到神盾的时候，我们是第1局是我们预赛有2局，然后我们第1局是用全胜的方式把它赢下来，第2局是已经拉过来一半了，然后后来又3番输掉，对，就蛮可惜的。我觉得比之前好很多，因为在我们去年12月全国赛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去年开始都有一直去景美女中异地训练，然后借由就是跟别校交流，然后让他们进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3月的比赛他们成长很多。他们都是国中国1进来之后，然后就是我们再去招他们进来拔河队，然后他们其实全部都是从0开始，一定会比较辛苦，是因为他们练习的时间都必须从下午3点放学。3点45放学之后，然后练到6点，然后再利用假日的时间来训练，所以相对当然会比较辛苦。可是他们这群女生真的还蛮吃苦的。成军2年的巴德国中女子拔河队队员们非本科出身，却能拿下全国铜牌，十分厉害。校方也期盼师生们再接再厉，为5月教育杯全国赛事备战。记者于婷台报道。海鲜文化积极转型为食鱼文化，如何在适当的季节选择正确鱼种做食物，和海洋资源影响，一直是渔业署推动的目标。嘉南区渔会食鱼环岛列车日前正式启动，第1站前往嘉南信义国小，带领囡仔来认识渔业文化。基隆这个是新鲜的耶。你们要加菜吗？可以啊。课堂上，小朋友第一次触摸头足类，来分辨小卷和透抽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以前就是觉得小卷就是跟透抽一样的东西，然后自从今天我知道它们是有区别，它们体型不一样。我学到不同长度的小卷可以叫的名字不一样。像20公分以上的叫透抽，15公分以下的叫小卷。它的尺寸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很明显的不一样。小卷的话，我们大概会在15公分以内会把它称之为小卷。那透抽的话，就会在20到大概40公分，就称之为透抽。对，它最大的外形，它就是它体型上的比较不一样。就是在这个季节吃对的水产品，那也尽量吃什么在地的东西。不要吃进口的，那为什么不要吃进口呢？
课堂上请来基隆区议会专人传授食鱼教育正确的知识，吃鱼就要吃的当季。那其实小朋友他们在餐桌上可能吃到这样的食物，但是家长未必能够跟小朋友好好的介绍这样的食物。那小朋友如果说可以近距离接触我们的这一个所有的鱼类，好，包含它们的结构、它们的造型、它们是如何的成长，那其实这样子的过程，那小朋友不但能够珍惜我们这样子的海洋，那也珍惜所有的生态。那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渔会，然后来我们学校带入这样的课程，让小朋友呢更能够深化他们的生活，然后回去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家长呢介绍我们今天上了什么样的课程，也引导家长一起来重视我们的生态还有海洋。2、1，启动！基隆区议会举办食鱼环岛列车正式启动，邀请了渔业署署长张志胜、基隆市长谢国良、市政府产发处长林鼎超、基隆区议会理事长简建辉、总干事陈文清、常务监事尤日清等人共同主持启动仪式。我们今天这个渔民节啊，是近年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谢谢渔业署针对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有补助，但本府自己也有挹注500万，光是在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将会在今年办超过1000多万，是历年来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渔业相关活动。那未来我们也要成立我们自己的渔业产销公司，目的呢是要嘉惠我们自己的渔民，提升我们自己的渔产量，跟照顾到更多的消费者。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渔业的产业的前景非常的期待，也会在各方面都把我们的渔业产业继续的向上提升，让更多的渔民跟消费者都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捕捞的小卷的渔法，我们称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小朋友最早举手。手管棒寿丸，对不对？不只要吃鱼，还要推广食鱼教育，透过学校多元课程一起来体验。基隆区议会透过有奖征答，把手管带入校园，也让小朋友认识渔捞捕法。是有那个灯，因为小卷是趋光性，所以要在夜间的时候出船，然后要在船上面放捕鱼的灯。基隆是台湾渔业的重镇。那在过去，基隆在台湾的整个渔业发展上占有辉煌的历史。那所以这一次全国渔民节能够在基隆来办理，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基隆目前有很多产业是在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像我们的手管、棒寿网这样的产业。所以这一次基隆区议会承办这个全国渔民节的活动，它不只是只有1天的活动，它会把这个变成一系列的活动，让我们食鱼教育能够推广到全台湾各地。那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主要是我们校园的这个食鱼的列车环岛列车开始启动，那也跟我们基隆的一些国小的同学，我们做了一些互动。那最主要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让我们小朋友知道我们台湾渔业的重要性，而且也知道食鱼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对我们整个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所以借由这样一系列活动，我们提高我们国民对于我们渔业的认知，而且进而鼓励我们的渔业，支持我们的渔业。小朋友拿起色笔，在画纸上涂上颜色。基隆渔会举办绘画竞赛，让孩子们可以展现创意和想象力。113年了，对吧？全国渔民节会在基隆举办，所以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尤其我们的手管，我们今年开始就用环岛列车到偏乡的地方推广我们的棒寿网渔法。手管是它的产值很可观，它1年差不多有10亿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就一系列活动到偏乡地方，把我们的手管用基隆区把它划回到其次让偏向地方了解到，不管是学生或老师、爸爸或妈妈或一些长辈们，他们知道手管的从海上到餐桌上如来龙去脉。北台湾八斗子是小卷和白带鱼的产地，
基隆区议会今年推出10余环岛列车，将前进全台各地推广所管棒寿网渔业。所以我们利用这一次的机会，我们希望让台湾很多的地方都知道小卷是在基隆产的以外，我们也行销基隆的渔产品，很多的渔产品，像白带鱼、虾子，还有小卷，还有青鱼，还有今年我们也想去行销推广小 taco、小章鱼，基隆也很多，量也很大，所以我们一样在行销基隆这些特殊的渔产品。全国渔民节已经近10几年都没有在这个基隆举办了，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更多的小朋友也好，或者是更多大人也好，都可以更了解我们基隆的这个渔民，还有他这个渔获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知识我觉得都可以透过这个活动来推广。10余环岛列车首站来到基隆信义国小，学生们透过学习认识捕鱼技法，汇集学生的彩绘创意，为环保永续尽一份心力。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